好，第7條就統計學再加一啲關於 probability 嘅題目啦。咁佢就俾咗個 pie chart 你啦，然之後咧佢就話 random 是呢一個人，咁個 probability 係少過2個嘅，就係31 over 60。咁少過2個就係呢2個部分啦，0同1啦。咁寫翻條式出嚟啦，0咧就會係 y 咁多度，1咧就會係 y 加6咁多度。咁2個加埋就係少過2啦。成個圓圈 pie chart 360度。就會等於翻佢嘅 probability 31 over 60。好，咁調佢過去啦，2y 加6度就會等於咁用計數機啦，31除60再乘翻360，186度。好，咁2y 就等於180，y 咧就會等於90度。好，呢個係 A 嘅部分 ，y 係90度。咁嚟到 B 嘅部分啦，咁佢就話俾你聽，140個人係有3支筆嘅，3支 highlighter 嘅。咁即係話呢度140個人，咁都係好似平時咁啦，計翻呢度倒數啦，然之後還原佢，睇下全部有幾多人，然之後問你個 median， 揾到全部之後咧，中間嗰個咧就係個 median 啦。試一試咯 B， 計一計先，140個，咁幾多度咧？140，咁還原啊嘛，我哋要除翻佢啦，我哋嘅 total number of student。140就除翻，咦呢度撳一撳，360減90減96，再減埋剩翻嗰個90，除翻佢360度。咁計數機360減90減96減90，呢度係84度，除翻360，140除翻個度除翻個份數，計出嚟原來總共咧我哋有600個人嘅。total 600個人，係咪？咁即係話300嗰啲位咧就係個 median 啦。咁計一計0有幾多人先？咁90度，咁600個人90度喎，600乘翻90除360，原來呢度有150個人。好，掹翻低個150。咁下一個啦，600乘翻96除360度，會有160個人。咁寫翻低啦。Look at that。好，分別咧就係1支 highlighter 同2支 highlighter 咧，個人數咧係160同150人啦。咁然之後就可以話咧個 median 就會係呢度加埋就310個人啦，呢度加埋2個係310個人，所以個 median 就係呢2個之間啦。所以 median 就會係第300個啦，同埋第301個2個加埋除2啦，所以個 median 就係1。